究竟點解啲韓星個個都眼大鼻高，皮膚又白，又高又瘦？我呢，蒙豬豆豉眼，生得又黑，唉。哇 Ashley 咁樣早到嘅？你做緊咩啊？好啊，睇下啲靚女啫。哇，真係喎，佢隻眼咁大嘅。個鼻又勁高。哦，佢哋到啦喎。喂，hello，你哋講緊咩啊？又遲到。唉，Ashley 今日叫我戴口罩。係咯。你病啊？好啊，今日想戴口罩啊。我哋好似冇影過相喎。係咯，咁人齊影張先。好啊。呢個嘢。咁我哋影張相先啦。1、2，咦？定係 Ashley 會除口罩好啲啊？唔使啦，唔緊要啦，你除口罩啦。我今日冇化妝啊，唔緊要啦。點會咧？化唔化妝都靚噶嘛。係咯，除啦。除啦。好啦。1、2、3。OK， 影完你哋睇下。哦，OK 喎。OK 啊。咦？等我睇下先。我叻。咦，都 OK 喎。幾 OK 啊。等陣先，等我睇一張相。好啊。唔掂啊！你哋個樣就靚，我個樣咁樣點見人啊？唉，早知我真係唔除口罩，唔得，我要快啲 P 圖先。相我 P 好啦，放咗上 group 啊，你哋快啲睇下。喂啊，你做咩 P 到自己咁啊？你睇下隻眼。好似都真係 P 到有啲過大，唔似你嘅喎。唔靚咩？你而家靚啲啦。係咯，點會啊？你真又靚啲喎，呢個奇怪。唔知你哋有冇試過對自己嘅外貌唔滿意，甚至感到焦慮？容貌焦慮嘅常見症狀包括以下4點：過度關注容貌缺陷、長時間照鏡子、過度修圖同埋逃避社交。根據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青少年中央服務喺2023年7月公佈嘅研究報告所指出，中小學生對於撤銷口罩令感到困擾嘅原因佔最大部分，包括係佢哋唔習慣展示佢哋嘅容貌，同埋佢哋唔習慣喺冇口罩嘅情況下同其他人相處交往。同時，報告亦都指出，口罩同容貌焦慮之間嘅關係喺疫情之後，因為防疫或者健康而戴口罩嘅比例輕微下降，相反，因外貌或者社交原因而戴口罩嘅比例逐漸上升。咁喺講咗咁多研究報告嘅數據後，我哋可以點樣改善容貌焦慮呢個情況呢？首先要增強自我認同感，我哋要接受自己嘅缺點，冇人係完美嘅，即使喺自己眼中係缺點，喺人哋眼中可以係優點。要肯定自己，例如要多啲同自己講，自己嘅缺點係獨特嘅，咁樣都有助重新塑造我哋嘅自我形象。第二就係要培養健康生活方式，例如我哋應該要採取一啲措施嚟減少社交媒體對我哋生活嘅影響。社交媒體上嘅濾鏡同埋完美形象可能會加重容貌焦慮，例如嘗試減少瀏覽呢啲內容，或者關注展示真實美麗嘅帳號同埋正能量嘅內容。其次就係我哋應該要重新定義美，美唔單止只係外貌上，更多嘅係個性、才華同內在，嘗試欣賞自己嘅美。最後就係尋求協助，對象可以係朋友或者家人，我哋可以嘗試同人哋講我哋嘅感受，尋求佢哋嘅理解同支持。佢哋係我哋身邊最親近嘅人，佢哋肯定可以幫我哋揾到自己嘅價值。最後想同大家講嘅係，容貌焦慮係可以克服嘅，我哋都應該要做返最真實嘅自己。呢一個係一個過程，建立更強大嘅自我認同感同內在自信嘅過程。其實佢哋講得啱，我已經 P 圖 P 到唔似自己，究竟我係咪要繼續咁做，定係做返真正嘅自己？每個人總有唔完美嘅地方，其實靚真係有定義咩？